喜欢减脂餐的朋友们，这道豆皮蔬菜卷做起来。有条件的、有时间的，大家学起来。冲呀！豆皮焯水几秒，捞出来。2个鸡蛋打散，在锅中煎成蛋饼，然后切丝备用。腌好的肉丝炒熟备用。胡萝卜擦丝，青瓜擦丝，胡萝卜焯水，再来调一个蘸酱的料汁。开始来制作蛋皮卷，豆皮铺底，放入生菜、青瓜、肉丝、蛋皮、胡萝卜，把所有的食材卷起来，满满膳食纤维的豆皮蔬菜卷就做好了。咱无一快乐的兄弟，明仔载的三顿饭也不知伫倒位，今日哪会爽爽快快，不管啥代志。